恭喜！聽講你做阿達咧？係啊，唔可能將相片就獎冇。啊，實在就這樣哦，真緊係兩公婆按燈對，長長久久太富貴。請問今晡日有乜該愛聽秀的呢？我相愛價錢，去一棟新婦本愛世人，今晡日來辦理貸款。這是第壓錢設定，確實係安尼啊。人講高山看日頭，下山看門樓，是得去一間屋，係一件易歡喜嘅事情。請問係向銀行借，還係向私人借？係向銀行借款。銀行就替將第壓錢設定申請書做好了嗎？做好了，我有準備。我需要同核對第壓錢設定申請書，麻煩請你拿出身份證同印。呢度係我準備嘅證件。好，請等一下。馬上要做阿達咧，聽咗當聽。你們世人做下有自家嘅想法。老古人講，君子心，無君子心，是係安尼啦。今日那歡喜，那是歡喜咧。係啊，一世人當優秀。阿爸，我哋行聽小好寫來，審核確認了後，會通知你來領他行權利證明書。安尼手續是辦好咧。好，10分多啦。